黃容攀同朱主席合拍寫真，同彭嘉麗合唱《從不喜歡孤單一個》而蒲起頭嚟嘅朱主席，早兩日咧就同黃容一齊慶祝佢個 Friends 級成立，佢哋兩個咧仲即場大 dirty dance 又唱歌咁。黃容就話啦，自己係佢頭號 fans，見親佢都好開心喎。咁同佢會有少少身體嘅接觸啦，咁好好笑嘅。佢頭先啱啱就同我講話夾呢個 dirty dancing 啦，跟住問我可唔可以掂我啲敏感嘅部位啦。咁我話咁你跳貼身舞、辣身舞，梗係要掂到我啲敏感嘅部位啦。咁除咗掂pat pat 啊腰之外咧，跟住佢話可能會同我有少少摩擦咁樣啦。跟住我就話OK 嘅咁樣，少少嘅摩擦 OK，因為我哋陣間跳嗰隻舞係有少少性感，有少少意態了。好啦，唔好講咁多啦，即刻去片。夠啦，鬧完啦，入翻正題啦。聽講你本寫真就順利通過任審噃，而且仲係最後一節喎，點先？都已經今年係第4年出咗寫真啦，咁其實都已經影到係有少少悶㗎啦，已經係，同埋想影嘅主題都影得都七七八八啦，同埋今次都真係最後一擊啦。會唔會試下同朱主席影寫真我都有興趣，唔知係佢肯唔肯？因為我今年嘅寫真真係用跳舞做主題嘅，咁如果可以加入朱主席做呢個男模，我都有啲興趣啊。咁俾面啊，朱主席你啱唔啱先？好開心。